食老会使步土豆，希望讲活到老会使动到老。至于柯英中今年77岁，伊希望讲80岁时，唔但使振动，佫会使摕到世界杯电竞冠军。每一摆比赛，规个伙拢是伊啦啦队，互因呢愈战愈勇。去年伊伫西班牙参加中青电竞这个锦标赛呢，摕到呢3金1银，伫国声中、国歌声中啊领奖的时，伊是欢喜佮感动。 最后第三加速排头一个，以29点49秒轻松摕到200公尺的冠军，伊是柯英中。去年到西班牙代表台湾参加世界杯中青电竞锦标赛，完全看袂出来已经77岁啊，连跨栏嘛可以袂倒。伫普城中到终点，摕回3金1银的好成绩。 颁奖时，除了有中华奥会会旗，佮真罕健放国歌，会感觉骄傲佮感动。要流泪出来，因为我等了76年，能够把台湾的国歌呢，还有那个国旗啊，都显现出来，替台湾国民外交啦。自细汉就爱运动，高中时佮捌摕过省运的冠军，上班半世纪到70岁才开始佮重新做伊的兴趣。 每一天日出的自主练习，人生70才开始，敢若是你讲伊。希望能够打破世界纪录。今年度，我想希望在亚洲上呢，把这个大会纪录呢打破了。真自信80岁，讲一定要摕到世界冠军，而电竞之路，伊要继续拼落去。